橋咀碼頭起步，第一站先去橋頭。路上有被咬過的菠蘿包，水位 1.5 米段需要踩水，繼續往前走向燈塔。去燈塔必須要落水游，水裏有很多節水母。182燈塔，維修燈塔碼頭，返回橋咀島，途經樹洞打卡。下一站是天池，打卡位，航拍是一個心形天池。續菌到廈門灣，穿過泳灘到後灘，順時針菌到達摩洞。今日算靜水，落水游可免險攀，達摩洞、香爐等，形態很美的馬尾棗，太極洞、倒吊蠟燭洞，大片金黃色的馬尾棗。最後是象鼻洞，水很清，不想游就要爬高位。返回廈門灣碼頭上船，乘船到西貢碼頭散。